仔花莲风雨真大，秀姑峦溪、花莲溪溪水拢有涨起来。另外，中华公路117.4公里的所在，土石是落落来，搁有车路地基流了，车路是破一空，影响交通。另外，伫吉安乡公所嘛有针对太冲、南华、福兴村这水崩山红色警戒所在，将居民进行第2届预防性的撤离。桥下的溪水是真错流，真足看。秀姑峦溪溪水是已经涨到条仔顶红色迄块，离顶悬的桥敢若剩2公尺尔。这是花莲的玉里大桥，因为多数瑞风台一直闪大雨，公路的单位是无排除有警线甲封起来。另外，花莲溪溪水同款涨悬，尤其出海口，水是特别淹到路面啊，有民众走来看海影。有看过变成这样子的状况吗？有啊，这次是蛮夸张的。对啊。迎风面的东部雨势是同款无得停，嘛造成中华公路117.4公里处，这边坡的土石拢放落来，连路基拢冲甲无去，出现一个大坑，交通拢断去，唯一会当行的便道，同款路面拢石头，根本都无法度行。公路总局会看雨势的状况，较紧补起来，目标是2早起开，互逐工通行5摆。雨都未停，花莲一天累积的雨量就超过300毫米。在安全的考虑之下，吉安乡公所是针对太冲、南华、福兴村这水崩山的红色警戒区进行撤村，乡长嘛，逐户去看到安置。总共有44户，132人的户籍数，但是实际居住102人哈，所以我们要针对于这一些100余人要来做撤离，就整家住一间嘛。所以说吃的什么都不用烦恼，那是很好的。在风台期间，山区所发生爬山的事故，进前在宜兰陈升池毕竟失联的细寮的山友，已经失联超过60点钟，特别到黄金的搜救时间72点钟。一透早大风大雨，消防员赶快去找伊。我们先走一段。同嘛有爬山以外，警消接到消息讲，25有一阵山友12个人去福兴区的长水山遐爬，其中一个细洲的成员却失联，搜救队目前阁继续扩大在敲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